好，我哋又嚟先直接講重點啦。下個禮拜黃金點樣行？關鍵唔係估方向，而係睇幾個好重要嘅數據。下個禮拜有幾個重量級嘅數據要出。星期三晚9點半係美國失業率同非農就業數據，星期五晚9點半就係美國 CPI 通脹數據。所以市況會唔會有真係嘅轉勢，或者只係震盪收復？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睇呢幾個數據點樣出啦。而家網絡上好多講法，有啲人話黃金會好似白銀咁腰斬，又有人話白銀已經翻唔到去高位。我自己就唔認同呢一種極端嘅講法。我嘅睇法係黃金同白銀唔係由牛市變熊市，而係由之前過熱嘅走勢慢慢轉做一個比較健康嘅結構。任何資產，無論喺股票定貴金屬，背後都一定有大量嘅資金。佢哋目的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喺波動入邊揾錢。升得急跌得急本身就係市場嘅一部分，唔需要將每一次嘅調整都過度解讀成結構性嘅崩盤。今次黃金白銀急跌主要嘅原因其實得一個，就係之前升幅太集中啦，啲資金需要重新分配。升係資金推出嚟嘅，回調都係一樣係資金推出嚟嘅，但唔代表後面唔會再升。講翻下個禮拜喺技術層面上，而家一個比較重要嘅阻力位大概就喺5001附近，而比較關鍵嘅支持位大約就喺4700到4800蚊左右。只要冇咩特別重大嘅利淡消息，直接向下跌穿4700嘅機會，其實我睇就唔算太高嘅。至於會唔會再試5000，甚至乎可唔可以升穿5100，呢一個就要睇星期三同星期五嗰個數據。如果數據偏向支持經濟放慢同埋通脹受控，市場就會有空間再向上試。如果數據偏強，令減息嘅預期再推後，咁回調反而會變成分段部署嘅機會。最後一點要講嘅就係，因為之前一口氣跌咗成千幾蚊美金，而家每日嘅波幅大約有200-300蚊，其實已經變成咗一個新常態。所以唔好見跌100-200蚊就話市場要崩盤。呢一個係而家呢一個階段好正常嘅震動節奏。如果你都想深入掌握每日資金部署嘅邏輯，歡迎你都加入我嘅 Patreon 群組，我哋一齊穩步上揚。